出埃及记第5章，摩西甲阿伦见埃及王。后来，摩西甲阿伦去见埃及王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着互我的子民去旷野守罪敬拜我。埃及王讲：上主是啥人？我哪着听伊的话，互以色列人离开？我毋捌伊，嘛不准以色列人离开。摩西甲阿伦讲：希伯来人的上帝对阮显现，请互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，上主阮的上帝献祭，才免伊用瘟疫甲刀剑伤害阮。埃及王甲因讲：摩西、阿伦，恁是安怎叫这个百姓莫做工，转去做工？埃及王佫讲：现在一个民族人遮多，恁竟然叫因停工。迄日，埃及王命令埃及的督工甲以色列的工头讲：恁莫阁亲像以前款麦秆，互这个百姓做庄仔，麦秆互因家己去捡，就要求因做甲以前同款数目的庄仔，连一块都袂减伫。因贫惰，所以大声要求要出去向因的上帝献祭，就互遮的人做较重的工作，互因忝甲袂去听人使弄。埃及的督工甲以色列的工头对人民宣布：埃及王安尼讲，我无要阁麦秆互恁，恁家己去找，家己去捡。毋过恁搞出来的庄仔袂用得减少。以色列人就四散去埃及全地，捡麦丛的头代替麦秆。督工压迫因，讲：恁逐日搞出来的庄仔的数目，就甲有互恁麦秆的时相款。埃及王的督工拍因派去管理以色列人的工头，讲：一规日恁哪会无照以前规定的数目交庄仔？以色列的工头就来甲埃及王哀求，讲：你是安怎安尼对待阮？督工无麦秆互阮，阁要求阮得交相款数目的庄仔。阮互人拍，拢是恁埃及人的毋对。王讲：恁实在贫惰，有够贫惰，才要求要去甲上主献祭。现在恁着转去做工，麦秆毋互恁，庄仔的数量袂用得减。以色列人的工头听到逐日交庄仔的数量袂减伫，就知影惨啊！因对埃及王遐出来的时，拄着摩西甲阿伦在等因就甲摩西甲阿伦讲：愿上主监察，甲恁刑罚，因为恁害阮互埃及王甲伊的人神怨啜，互因有理由杀阮。摩西怨叹上主，摩西倒转去上主遐讲：主啊，你是安怎歹款待这个民族？是安怎派我？对我第一遍去见埃及王，奉你的名对伊讲话开始，伊就压迫这个民族，你一丝仔都无救你的子民。